AVI8呢一個英國嘅飛行品牌咧，之前不嬲都係出一啲可能石英嘅計時標款為主嘅。咁而今集咧，我就帶嚟咗佢哋啱啱今年最新推出嘅 Eco Squadron 85週年嘅限量版。咁採用咗一個39mm 嘅青銅標殼嚟噶。另外咧，鏡面亦都係一個帶有魚眼鏡嘅效果嘅藍寶石玻璃啦。而每款嘅顏色咧係限量175隻嘅。而我手上邊呢款型號係 AV4145 嘅 -01咧，採用咗一個煙燻灰嘅顏色啦。咁 Eco Squadron 其實係一個英國皇家空軍嘅第3中隊啊，咁中文亦都可以叫鷹中隊啦。咁12點鐘位置咧就會加入翻 Eco Squadron 嘅簡寫 ES， 咁3點鐘位置就會印翻 Eco Squadron 嘅鷹嘅章喺度嘅。咁而眼利嘅觀眾咧亦都會望得到啊，6點鐘位置會有 slogan 嘅，因為3款顏色嘅飾面咧 slogan 都不一樣嘅。咁我手上邊呢款煙燻灰啦，另外仲會有煙燻綠同埋煙燻藍嘅。而大家眼見嘅數字啊，同埋 slogan 甚至個章咧都會有夜光嘅塗層喺度嘅。裏邊嘅機芯咧亦都會搭載翻一個 Milta 自動上鏈嘅白系機芯，每隻個底蓋都會有個獨立嘅編號啊。手錶除咗會跟一條皮帶之外咧，另外仲會跟多條拉頭帶嘅，多一款配搭。有興趣嘅觀眾咧可以過嚟我哋門市度試下噶啦，數量係唔多嘅。今集介紹到嚟呢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